今日送咗釘姐去絕育，因為要留院一晚，趁隻混世魔王唔喺屋企，喳喳林種翻盆貓草。呢盆已經係我第3盆貓草，你睇下之前嗰啲，基本上全部都死晒，呢盆仲發晒毛添，真係死狀慘烈。咁接住落嚟，我哋嚟開貓種草，唔係開草種貓，都唔係，是但啦。咁首先抽包種子出嚟先啦。然後倒包種子落個紙杯度，跟住加啲水落去浸 Q 住佢，要浸幾個鐘先可以用得嘅。接住落嚟要處理花盆啲舊泥，首先攞啲牙籤出嚟篤鬆晒啲泥之後，求其揾個花盆倒落去，唔係講笑，啲泥真係勁臭。然後將啲新泥倒落個花盆度，倒剩啲啲，留低備用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依家天都黑晒，咁我啲種子都浸好啦，將佢連水帶種子倒落啲泥度，用神器牙籤撩翻啲種子，再鋪翻啲泥向面就搞掂啦。Tomorrow， 今日要去醫院接翻釘姐翻屋企。琴晚醫生就發微信俾我，佢話釘姐差啲拆咗人哋醫院。Later， 聽說你被醫院拉進黑名單了，能回應一下嗎？最後我的貓草也還是養死了。